何仙姑。外面搁透大雨，你讲死啦，那百姓拢伫遐议论纷纷。你有变性，已经拢搬离去咱本县啊。是啊，伊拢讲想恐怖，拢唔敢大。是安怎无？有发生这奇怪现象嘞。即摆百姓议论纷纷，讲牛真是台湾而死的，也着天怒人怨。天怒人怨，都是你，这样才个天怒人怨。即摆上重要的是要想办法。当然，本府自然不敢调查。准我查出来是点，我绝对袂交出来。食物件啦，不要。哎呦，你无食袂用哩啦，身体会怕歹呢。我食袂落。啊无，你加减嘛食一撮，这是我特别为替你煮的莲子汤。莲子汤。嘿啊。我娘亲在世的时阵，常常煮莲子汤互我食。我安尼心情苦啊，气发大，遐尼怪卡，遐尼滴人滴。即摆已经离开世界啦，离开我。唔安尼啦，哎呦，我哪会安尼啦？无代无志，点仔莲子汤来，害你搁咧伤心。莫伤心啊！咱人哦，来这个世界上哦，都是来吃苦的呢。你看，即马玉珍已经离开苦海啊，去甲极乐世界啊。你放我来死，敢有法度去极乐世界？你看这个啦，我本来是真烦恼。哎呦，我就是惊你烦恼，惊你伤心哦，才会甲送去庙内，请道士来念经超度啦，互伊紧到极乐世界去。我要来庙里跪。哎呦，唔好啦，唔通啦！你看迄外口，伊讲是人屁屁叫啊，人伊都要落大雨咧。我唔惊啦，我来去啦，我来去哦。你莫去啦！哎呦，你看你滑倒啊啦！啊，那有要紧无？我看，我看嘛，是的啦，是的啦。哎，你滑倒，外面雨真大，这么大呢，这么比好济嘿。这么大呢，你看是安怎？是你滑倒啦？看啦，我有个意思。我替你看嘛，啊，你快紧点，我
我插你入来坐者，来，我插你，慢慢行，为着，我害你的咯。嘴短，你哪会挂到？我要来庙会看我死去的查某囝。你查某囝死去？查某囝是冤枉死的。庙内吼有请道士伫遐念经超度啦，啊我就是惊伊吼哭到伤心过度，毋则甲动无爱好去。已经好啊，你落来行看觅。我也袂听，真多谢你，多谢。免遐尼客气，大娘，请问恁查某囝啥人来冤枉死？拢是阮丈夫，若毋是保佑我，今仔日嘛袂安尼。伊即摆孤孤单单，甲你一个伫咧庙里，我要来去陪伊，我要来找伊。大娘，你敢遐尼伤心？庙有道士，替你的查某囝念经超度，互伊永生极乐世界，你就毋通遐尼伤心啊！哪会去得到这个财的？是安怎？是安怎？这是劫数。人活在世间上，免不了拢有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悲欢离合，这嘛是命。敢讲，我甲阮娘亲有我囝的缘，已经真啊熟，缘真足善。你个查某囝，算是已经脱离人间的苦海。不过，伊是含冤来死的，我一个做安尼，真痛苦，真不安。你唔通遐尼悲伤，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，会还恁查某囝一个公道，互伊真相大白。伊讲安尼真对啦，贵吼，你就唔通阁悲伤啊，吼。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，是要等到伫当时一天，我看是无望啊。世间善恶皆有报，毋是未报，只是时机未到。善恶皆有报，毋是未报。是。人呢？他拄还有位姑娘呢？啊，人呢？奇怪。啊，拄则伫遐一只，是安怎目睭连呢？都无看呢。看到原来百姓因为天灾地灭，闹到人心不安，我心肝内实在非常的艰苦。中宝，在，用完准备好无？准备好。第一咯，这讲有效。中宝头，你竟然敢讲出这款大不敬的话！第一咯，我刚才是咧怀疑尔。对。是。就是因为你这款人，心中无成分，做代志妄动，才会惹到天地生命震怒。是，我不应该怀疑你，我不应该乱讲，差生命下水。我正在静心三工，诚心诚意来向神明祈求，心诚则灵，你知影吗？知影。何公主，你倒转来啊？见人嘛。阿爹，我一摆遐几领衫裤就随走。无见人嘛。何公主，小弟，踮你小过，我就要甲看卖，哈。是啥物代志遮尔要紧的？我实在足想要你来甲问看卖啊！阿伯母叫我爱顾着。但是安那样，你何必着遐尼急呢？哈？阿爹，这桩命案我一定要赶紧甲破案，袂当搁有凶手逍遥法外。是要办啊？那你赶紧去，紧去。我甲你去好。你是要去创啥？我通来斗3工照顾你啊。袂用一啦，我即摆是要去办案，这可能有真大危险。我才唔惊呢，当初你上京赴考，嘛是我陪你的啊。什么苦我唔捌食过，你讲啊？即嘛无共款啦，这是凶杀案呢，杀人的凶手心怀手段，随时拢有性命危险。那呢，
需要我照顾你啊！我甲你讲，你袂用去啦。我要去。见人讲你真对，这是凶杀案，是真危险的，你千万唔通去哦。啊？阿伯，你让我去好唔啦？我唔惊危险的呢。甲你讲，你袂用去，你就袂用去啦。我嘛无爱去啊，迄是阮阿姊叫爱照顾你的呢。小弟，你是一个查某囡仔，对我出去办案真无方便，而且我还阁分心去照顾你，这免哪样子啦？你来看，我连随身的侍卫都无带啊！阿弟，我来去。你家己较保重啊！我知影。咱应该爱做好见人一臂之力。我咧甲你讲正经的代志，你敢若啊，无是要安怎？无你叫我甲你共款，甲咱社会咧撮撮了。我俩做撮撮念哦，我只做操心、关心、最有爱心，带遐冷冷静静啦，无情无义。讲话甲差不多咧，是啥物叫做无情无义？我这哦，我这老实在在啦，无像你甲咱厝家来撮撮着啦。撮着，你赶包我这样走？老前辈，堂长，你哪来遮咧？阮两个都为着好，要来。天机不亏老乡，日后你就用对不见。有见人，见人，你先走。我先来去。小华哥，小华哥无唔对。我无去错啊！这是啥人？我讲啉酒就人间的哦，酒品有够歹啦。今年来歹势吼，你酒品哪会歹？我紧啊，我搁要来找人歹势吼。我听啥水平来我听啥水平来哈？你唔来我白算团好不？讲酒品无歹，我是讲车了。我这我那差点快点，差点，拜托老婆。现在最干的啊，我妈你把到旁边来客场。哎呀，唔对啦，身躯伫遐，坐顶都绑着啊。你是真正记住，先过伊即摆去啉大牛遐，伊哪过是客栈，金顶过啦。哎呦，我得，我得，拜托，我家己自己菜无饭。也毋过，我对我赶紧到厂来啦。多谢你哦，我错咯。无啦，小等下，一个都到，轻轻啊，轻轻啊，一个都啊，轻轻啊。一情已难听破。客官，你别坐，你别坐。我来两个，我心里开始好啊，我错运啊。客官，内底坐，内底坐哈。阮客栈吼，房间上清气，服务吼上清澈啦。我免讲啊济，房间紧穿3件外湾。是，有只来，有只来。就是，你先入去啦，我上等再休困一下。这香口茶。公主，无你遐坐吼，我自家做好。来，两位请，来请。我小等下先问头家，伊对饭店这样代志的看法。拄则路拄着迄个查某囡仔，哪有遐尼想花高？花高，但有山盟海誓过，一世人无你，我绝对无错。公主啊，公主，头家，公主啊，你有要入去内底休困无？唔免啦，我搁等再加坐一时啊。对啊，头家，我最近听你讲去饭店的代志，讲什么好女冤死，天怒人怨，这到底是安怎？讲到这个代志哦，阮遮附近的人哦，大家心情就真歹。饭店的店铺，伊是有甲人结怨性。袂咧，这雕凤张文生吼，做人真谨慎，搁忠厚老实，袂甲人结怨咧。
伊甲去转物件的人，敢毋捌发生过冲突？无。你若遮尔肯定？啊，像讲吼，带我遮的人客啊，啊有的人吼啊临时发生困难，啊亲像讲啊无路回通转去啦，啊是讲吼啊破病欠钱看医生吼，啊拢嘛去遐转物件，啊这个张雕凤吼，互人的介绍吼比别人较悬哦，啊颠倒利息吼比别人较低，这拢我亲目睭看的哦。是讲安尼，转店敢会趁钱？迄当然嘛趁无啥物钱，啊阮有当时啊吼，拢嘛笑因讲是神童。神童？这是安怎讲？啊，亲像讲吼，啊有的人吼摕物件去遐转哦，啊因不但吼无共收转品的，颠倒吼搁送钱互迄个人。啊你讲这毋是神童咧做善事，无是啥？这敢是张雕凤的主意？哦，这哦，这张雕凤吼是照因这主人林大嫂的意思去做的。啊，林家主要的收入吼是伫咧田地的啦。啊，而且林家的母仔囝吼，啊嘛真热心咧照顾这善车人呢。安尼讲起来，林家母女对钱财并不是真看重。是啊，啊因店嘛咧讲呢，讲这钱财吼，也是身外之物啦。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。对啦，这个张雕凤有替林家管小心。哦，是啊，啊这小吼是张文生咧经营啊。伊敢会动骹手将钱财侵占起来？这哦，这张文生哦对林家是忠心耿耿，按林家的母仔囝嘛真信任伊呢，从来毋捌咧过问钱财的代志啊。公主讲伊要打扮白心，要去查访，啊，无爱互我对啊！讲我是一个查某囡仔，无方便啦，实在有够无公平的啦。虽然讲吼，我是一个查某囡仔，我嘛是足有正义感的啊。哼，我即摆吼打扮做查甫囡仔，看你阁会无方便无？我是讲，伊即摆是会走去倒？敢会来这个银行的？无啦，无代志，我看一下好，我看哪会着？哎，阿妹困啊？我在大林，请问哦，好大林敢有伫的？啊，伊敢是伊亲戚是无？不是呢。啊，无是伊朋友是无？嘛毋是。毋是亲戚，嘛毋是朋友，你找伊要创啥？请问伊敢有伫的哈？都算大年纪的，嘛甲你无啥物关系。等去。妈啦，拜托啦，甲我讲一个啦，拜托啦。叫你等去听有无你啊？哎！安怎？你这人爱这么歹哈？你歹人去哦！叫你等去就等去，啊，我要开收你哦。唔系啦，我这大爷，拜托一啦，我有最要紧的代志吼，要找何大人呢。最要紧的代志，最要紧的代志就是我即马要等去，你莫讲咧动咯，听有无？啊无吼，唔免甲你爷。张哥，第一，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啥代志啊，有人要找你啦，你敢有识无？是你，何大人啊，你跳袂记啊？是毋？我是你较早的主动，啊。主动？哦，家己人哦。哎呦，你哪有较早讲的？吼，啊无吼，我即马有安怎？多谢你啦，无安怎啦，就小可你有陪尔啦。哎呦，是的吼，有干不识泰山，请你莫见怪。哎呦，我毋敢甲你见怪啦。讲你这人吼嘛足现实的呢，目睭吼是生咧头壳顶的啦，看人吼是看悬无看低，我看人的打扮吼，咧讲话。我头，根据我查访所知影，林家母女对张文生真信任，从来毋捌过问伊所监管的钱财，所以供上所写的。愈是林玉珍
亲笔写的。亲笔写的白纸黑字，这是上介好的证据。也毋过，吼，这恐惊是扩大成交，对吧？是啦。准讲若真是扩大成交，那安尼这供村的真实性，可能就要搁考虑。但是喏，迄外面喏，风啊大，大坐坐，甲树就淡淡的，我泡茶。毋免，我带伊倒转。你若有要紧的代志，无你先转。多谢大爷。搁看你看卖的啦！叔弟，我毋是甲你讲，讲你袂用缀我出来，你谁人搁要约出来找我啦？哎呦，公主，等我即马打扮做查某，我来甲你斗阵去查吼，你都袂感觉无方便啊嘛？你是咧黑白讲啥啦？你紧转啦，莫当遮妨碍我。妨害你？我袂甲你妨害啦，我一点仔都袂甲你妨害啦。你看，拄则迄个张宝头嘛是叫我骂过啊，伊嘛看袂出来讲我是一个查某囡仔，对毋？袂用一啦，你紧转去啦，你袂当对我四界走。哎呦，洪公主，拜托啦，你莫叫我转去好毋？人讲吼，嫁一个人就加一份力量。虽然讲吼，我无啥物本事，也毋过我加减嘛有法度甲你斗相共啊，对毋？看伊遮尔固执，可能无办法硬逼伊倒转去。我看只好用别个方法。何公主，你咧想啥想？好，我知影，你是咧想讲我讲的话照道理的对？小弟，你主要目的就是要帮助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遐着搁问哦。要帮助我，你就要配合我，听我的调度，是毋是？无问题，一切吼听你的吩咐甲指示，安尼好无？这是你讲的哦。讲会到就要做会到。迄当然的咯。绝对袂当有第二句话。绝对袂当反悔。绝对袂反悔。那你有满意无？好，我就要派你转去照顾阮老爸，这就是对我上界大的帮助。哈，何公主，你所以，你家己讲的哦，一切拢要听我的吩咐甲指示，紧着。何公主，哈，哎呀，我想袂到你讲这招。酒迷迷情，伊难听话。啊，情来声，伊难我。我一定要破案，抓住真正的凶手，互真相大白。这是什么人？这你别问，我要让你顺心如意。好，是你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敢讲我是第一面吧？透早用这个烧酒伫咧洗嘴，安尼上好啦。人讲快乐胜新鲜啦，有影有影。唔对咧，哪有啥物快乐比生较好？啊，哪会管遐济啊？酒啉上好啦。你谁啊请我烧酒啦？你一天敢唔该喊啉烧酒？无代志做，啉烧酒上好的啦。无代志做，哎，你知影昨暗发生什么代志？知啊，我昨啉干咧王叔叔安尼上好啊。人你的头啦，我甲你是酒先讲，也无是安怎啦？好佳哉，一切拢伫我掌握之中，啊若靠你，哼，靠了带伤哦。莫讲安尼啦，男马我哪有一步踢啦？也无是安怎啦？你敢知影昨迄个红某的妖怪走进人的房间？哈？也若安尼见人玩哦？我
我毋是早就咧讲过啊，一切拢伫我掌握之中，免哪有可能有代志。啊，好佳哉，好佳哉！哎，高早高早，两位遮尔高早，有要用一条啥物件无？我无想要食。无想要食，啊无想要食，甘要做生了。哎呀，阮本来就是拢无咧食。敢若有酒就好啊。无彩哦，我咧煮饭炒菜功夫一流，煞无机会通表现。哎，来，那安尼甲你捧场一下，土豆一盘，好，烧酒过来。是啊，千万先到用一个啦。好，我马上来准备，马上来准备，好。两兄弟，老早吼，我知。大家高早。对啦，两兄弟，昨暝你毋知有听到啥物声无？啥？无啊，我昨暗甲听到这个酒仙伫隔壁困到狂叫吼，我规夜困拢袂去。干嘛呢？啊，我都无感觉。也毋过，我都有看到闪光。哎哟，啊，阮遮最近哦，店啊拢雷公闪，啊无吼就是风台大雨。哎，啊来，这土豆吼，我炒了，我芳搁切，恁三位食看觅。哎，来。啊。袂歹。昨暝都有人入去我的房间。这哪有可能？我这门吼，我拢真细腻的呢。要困进前吼，我一定大门、后门，搁详细搁顺一摆咧。敢讲我是伫咧眠梦？也毋过，我明明会记你，我甲问讲你是啥物人，伊搁甲我应讲，我绝对袂互你顺心如意。无啦，这可能吼是你这时想多啊啦。暗时啊吼，再去眠梦，你无听伫咧讲，你有所思也有所梦。是啦。啊，这昨早起的时阵吼，你甲我吼有讨论到恁家的代志，一定是吼你一直想，毋才会眠梦。可能。啊，恁遮济吼，我入来捧青梅甲小菜。哦，紧。我是要哪去林家甲张家调查，比较方便。青梅来咯！来，头客嘛。这小菜啊，拢是我上拿手的，保证恁食了爽叫。看着知影袂歹。怎样？你来食吧，毋是我咧操蛋的吼。好食。有啊，就安尼做。刘亚妹，我要出来去找朋友，恁看看伊吼。少年的啊！少年的啊！我要回来。你听我的，你一定要面对现实。你的想法第一定想讲，我若忍心安尼在变，不过你想看觅，只要你行入去，你就袂惊。我陪你入来听。你认真，已经行到内面，你免搁惊。抽铃签卜啥卦，签啥卦定卜卦兼相命。上命先人为遮过，我想要抽一支签。上命先人，抽铃签卜啥卦？稍等一下，我想要抽一支签，请你入来好无？华哥，真是你，华哥。华哥，啥人是华哥？
你就是花哥啊！我是见念你袂认呢。花哥，我找你找足艰苦，你知影无？花哥，咱伫生命的面头前有手抓过，非君不娶，非君不嫁，一世人要永远做伙，永远都无爱分开。花哥，我永远都袂过你离开我。我毋是花哥，你认唔着人啊？我无认着人，你是花哥无唔对，就是我这世人唯一所爱的人。花哥，花哥，你的声音，你的面容，时时刻刻在我的心中，你谁人袂甲我相认啊？花哥，你认唔着人啊？我甲你根本就无熟悉。咱自细汉斗阵大汉，斗阵读书，斗阵佚佗，咱也无熟悉啦。花哥，小明生啊，你有影认唔着人啦？是啊，可能你所讲的迄个花哥，甲我生啊真共款。你的真情也使人真感动。我相信迄个花哥若知影，一定会真欢喜的。你真是毋是花哥？伊的名号做仙姑啦。是的哦。不要紧啦。也毋过你真是甲花哥生做一模一样。对啊，请问你是要相命，还是要抽签，还是要卜卦？我想要抽一支签。请。这两签诗是：报得夫温女茫冤，生死相隔两茫茫。怎么叫生真可怜？劝君且将心放宽，拨开云雾千百烦。你有听到？伊的查某囝有情，伊的冤情一定会洗清的。是啦，根据禅师所讲的，真相一定会大白，还恁查某囝一个公道。也毋过有一点我袂当明白的，是既然恁查某囝是清白的，谁哪会要承认伊杀人？是有人愿求别强，困大成招。我妈妈做伊安尼去互人幸福。看用葡萄。只有绵绵情，伊难听破。情来声，伊难忘。秋铃枪不下歌，秋铃枪不下歌。会肯定确定酒鬼控制的凶手，我会爱个调查。我看我需要过来临港行一撮。秋铃枪不下歌。拄头啊，我真怨恨秀官，伊哪会要侮辱我？是安那要侮辱我？道义心，甲尺度。会使一人失去理智，伊的翁婿被害，认真甲伊想起来，伊嘛是真可怜，受的打击是真大，万面想啊，拢会想要报仇。所以，我有当时啊嘛会想讲，秀官嘛是真可怜。周桂红，秀官，你这个臭查某，你太是温馨，死的人应该是你，你做你的查囝替你食罪。你别我啥？哎，你听你啦，这大娘，伊的查某囝已经死啊，已经有够伤心啊，你还要搁侮辱伊咧？你是啥？这无你的代志啊！你啥啦？你唔通这么冲动，有啥物代志，我讲你的啊。水哥，你莫管，我来甲伊讲。
秀官，无啥物好讲的啊！无啥啦！你安尼是创啥？你去小心！你啥？放开我啦！你安尼出过危险，我甲暂时带来家己，给我关起来，听？我无啥，我无啥啦！秀官，你听我讲。你是安怎？是我讲啦！秀官，你救人未？我给你搞药。听。大人，医生认为血罪，将伊关起来。是。你凭啥关我？你凭啥物关我啦？听。关啦！听。听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啊！听。大人，这间就是以早关林国珍的所在，伊就是遮家己组织。什么？有这一只家己组织？够恐怖啊！你莫惊我啦！你踮遮好好啊反省，你去刺伤酒士，是真不应该。我叫你放我出去，我后边唔敢啦！你有想过，万一酒士若是叫你刣死，以后发现讲刣死恁红婿凶手并不是伊，安尼你敢对得起你的良心？有这一只家己，有够恐怖的啦！有真啊，我有条罪有做，你是千万唔通破灭来我俩。我问你，恁当初是安怎刑求酒士甲林玉珍？大人，小的是听张宝头的命令安尼做。是安怎做？你紧讲。 3更半暝，掠人遮求刑，家拍喙皮，讲边甲人拍到昏去。大人下罪，这一切拢是张宝头命令小安尼做的。张宝头。 啉下了，真紧就会好。你的手有要紧无？加真好啊，好佳在仙姑甲我医治，伊会晓治病？伊的医术真好咧。下晡真多谢你甲我解围。我已经将毒手官送去官府暂时扣押起来，你毋免惊。我想甲放弃好啦，伊的心情我会当了解，只是一时的冲动才会安尼啦。毋惊一万，只惊万一。为着避免搁再有意外代志来发生，我想也是甲关起来安尼比较较好。仙姑，我人先生，真麻烦你陪伊坐一下，我入来内面休困。有影，各讲话，全部请教你尊姓大名。我姓何，叫做建南，请多多指教。不感动，啊无我入来，我陪你入去。免啦。你会晓治病，安尼无毋对。你是花姑，我毋是花姑，你认唔对人的。是，你一定是花姑无毋对。你小声有讲我是花姑，我毋是花姑，我确实毋是花姑。你是花姑，你看，我是建南啊。你还阁会记无？恁厝地开讲这栋药铺有100年的历史，有一年发生瘟疫，恁厝救济，而且治好真济人，你应该袂袂记的。你爱我就近赴考，求取功名，我嘛已经达成你的希望，即马成为北府巡案。北府巡案，你毋是算命先的？老实甲你讲，我是来办案。你来办什么案？断婆以及林玉珍冤死的命案。那安尼，就希望你早日破案，才会当替郑文生、啊，佮林家讨回一个公道，嘛会当安慰死者在天之灵。我一定听你的话，花姑。我确实毋是花姑，我毋是花姑。花姑，你敢知影？我日日夜夜拢在思念你，为什么你唔肯甲我相认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花姑，其
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，还是你有什么苦衷？不管安怎，我永远爱你，你知影无？你的志情，确实是使人感动。不过我确实不是花姑，我不是花姑。假使若无啥物代志，我就失陪啊。花姑，花姑。为什么你要这样绝情？只有绵绵情，伊难听破。竟然，花姑，花姑，花姑你来啊！我足欢喜的，这届你袂阁歹甲我相认啊吼！花姑，你敢知影？我日日夜夜拢伫咧思念你，你的声音永远都拢伫咧我的脑海内，伫咧我的心中，你的笑容，我永远都拢无法度放袂记的。你的痴情真使人感动。也不过，我毋是你所讲的迄个花姑。你是花姑，谁人你要骗我？花姑，不管怎样，我永远爱你。囡仔，其实我毋是无情的人，我只是。这是什么花姑？花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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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姑。实在要甲我气死，气就走去。你无看卖，有放在什么物件无？对无？家在无叫偷摕去，这后摆吼，后我抓着，我一定打你甲冻断。受尽后前，你也搁无来出现。你敢拢无想过去迄段缘？痴情换孤单，谁人来可怜？
想早情，才知是一段错。